願いします。做什麼都不被看好，自問資質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唔想去做。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？能一朝得志，免受煎熬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，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恨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還是我暗裏嘅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。成晚要討看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，讓我做我的主角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，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恨妒。我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還是我暗裏嘅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。成晚要討看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，讓我做我的主角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像星火隨空氣繪畫曙光。應該怎麼看？人生只得一次，為自己瘋狂。假使信信就拼命去闖，明明嘗試着找過，平凡像我亦可做我的主角。Thank you.